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指挥中心宣布，头一档主 AZ 民众，第二档通好宣布得啦，或者是 BNT， 对明仔载早起10点到下晡4点，听好去登记。台北市有警察甲民众的资料背后电信社部已经是受押禁见咯。另外，由海客甲补习班老师对教育局网站摕到学生资料，背后别人赚50心钱。高铁基南站交通部提出第5方案初步规划，设伫咧县政中心甲劳动之间，今仔日会去甲民众沟通啊。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出来，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5个带病入境。另外，指挥中心宣布讲，这 AZ 若准备做第2档，就要让8礼拜；莫德纳甲 BNT 就要让4礼拜。若准想要换品牌来做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对明仔载早起10点到下晡4点，听好去登记。限定头一档是做 AZ 的民众，这第2档通好选莫德纳或者是 BNT。过年检疫有3项新规定特别实施。17礼拜3早起10点开始开放一中检疫所线顶订房，3点钟就已经有583个人完成。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春节专案集中检疫所敢若提供7天的检疫，无法度继续住，因为房间空间小，敢若会当一人一间，无法度甲厝的人做伙住。费用每人每工新台票1500块，领订好就无法度换工，就算无住也无法度退钱，而且往回交通的防疫客运车爱家己安排甲付钱。从12月14号到12月31号，我们以每天大概400间总共有7200间，所以现在只订了大概583间。新冠疫苗注射部分，为了提升国人第2剂注射率，指挥中心调整疫苗注射让旁的时间。像讲 AZ 第2剂至少爱让8礼拜以上，莫德纳甲 BNT 至少让4礼拜以上。若是另外开放疫苗换注这个意愿登记，对象是已经注 AZ 第1剂18岁以上的民众。为18礼拜四早起10点开始到下晡4点为止，会当上网络交选第2剂，想要注 BNT 还是莫德纳，还是2个拢选。8周以上，上次有说过大概97万人左右哈，所以可能这个到底会多少人来，但也不知道，尤其是只有1天登记的量，然后来决定我们会提供 BNT 跟莫德纳有多少。验过代疫苗换牌组的报告已经大先公布，拢总收案399人。研究团队发现 ，AZ 加莫德纳疫苗所产生的抗体比2剂拢注 AZ 较悬，不过副作用嘛更较强。混打的效果看起来呢是跟M+M 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旗鼓相当哈。那副作用的部分呢，就会比这个2剂都打 AZ 的这个副作用，应该是说相关的出现的症状哈，在第2剂之后会稍微再高一点点。已经注高端疫苗的国人，也做有紧急出国需求，会当换注白牌疫苗。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为11月12至11月16，注过2剂高端的民众有3个人申请过注 AZ， 有6个人注 BNT， 莫德纳有9个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双11拄经过，有真侪货拢蹲伫咧超商甲邮局。不过，伫咧桃园的新屋邮局，今仔早起就发生一场火灾，是因为有一位邮便师伫咧整理包裹的时阵，其中一个包裹却是熊着火烧。就货运的工会表示讲，除非有长期合作，才会当知影讲这箱仔内面是第什么款的物件。基本上，一般的包裹是无法度判断的，所以因伫咧送货也受风险。甲一件一件的包裹照运送的路线做分类，物流人员是无用试试，都是希望伫上短时间内会当甲货送去人客手里。不过，这包裹内底的物件，敢真正拢安全？送的是一些杂物，什么都有。那如果 A 加 B 会不会有这种易燃的可能性？那或许会有，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知道啊。客人基本上他就直接讲说啊，你货就收走就好了，你问那么多干嘛17早起7点外，桃园新屋邮局1楼处理包裹的所在，熊着火烧起来，这乌烟是一直窜出来，那像是包裹着火的。虽然无人伤亡，不过嘛因为这个火灾，新屋邮局公告17会暂停营业。也那事故发生的原因，目前还搁在调查当中。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就回头看，整个就都火，因为它邮差在分拣包裹，它放下去就开始起火。听他们讲。插把的东西，然后在移动的时候就它就嘣一声就嘣一声烧起来。今年年初，桃园甲台南永康的物流仓库，拢因为放济货品甲包裹传出火灾。
汽车货运成都工会就表示，除非有明确标示或者是长期配合的人客，就知影因营运的形态。若无，干那靠摕配单顶管写的资讯，也是无法度来判断包裹内底底的物件是啥。而且大部分的物流人员嘛袂问甲真有路，内底敢是有较会倒货的物件，所以每一抓运送的过程拢也是有风险。疫情的时候，有的人都会寄酒精，台湾动辄就30-40度的高温，你放在车厢里面，又是密闭空间的时候，它可能实际的温度达到60-70度都有可能，已经到达它的燃点的时候，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而发生自燃。汽车货运成都工会认为讲，公司伫招聘人员的时阵，伫教育训练内底都要加强员工，若拄到在下的时阵的应变能力。就算运送的过程当中无拄好发生意外，才会当甲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有一位姓王的警察，去年伫信义分局服务的时阵，涉嫌甲电信社交结泄露民众的个资，电信社则互一个警察来抽空片相，昨这个警察也去互带去地检署调查，落尾是受压禁见。警方表示，讲这位警察已经去互停职啊，也会配合司法侦办，若准确定有犯法，也会追究伊的行政责任。这个穿乌衫甲外裤的人，伊是台北南港分局姓王的警察，涉嫌勾结电信业者，利用泄露民众的个资赚黑心钱，目前防收押禁见。被告对于犯行的内容前后供述不一，对于收受各自的共犯还没有到案，而且删除跟共犯之间的联络方式，所以有事实足认有湮灭证据的行为，也有勾串共犯证人之语，所以有羁押的理由。这个案件会曝光，是因为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去年侦办一个刑事案件，去电信社搜查，伫个业者的电脑内底发现甲姓王的警察有联络。调查了后，发现伊是伫个信义分局的期间，涉嫌利用警政系统查民众的个资了后，才阁提供予业者，涉及犯泄密等等的罪嫌。我们每一个层级都会进行定期的稽核跟稽查，这样后续就配合检察官的指挥继续进行调查。行政部分就等到他那个调查有一个段落之后，我们一定会依照相关规定来进行追究。警方表示，这个姓王的警察已经互停职，后续会配合检方来侦办。若是查到伊真正有违法，会追究伊的行政责任，嘛会加强内部治安管理等等的作为。我印象中，我好像也有学长在侦缉这里面，老警察会不会保持因为以前的那些情感，或者说以前的同事过还是学长学弟，有的几率还是有啦。高雄8月份才有5个刑警去互查到涉嫌泄露民众的个资，提供予电信业者，互警政高赞是真生气。即马佫表示有警察泄密，有前资深的刑警就认为讲，除了受到金钱甲利益的影响，无排除有警察因为因过可能熟悉等等的理由，所以来冒这个险。这个检方嘛持续来厘清，这之间敢有对价的关系，甚至涉及食钱等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有接到民众检举，讲有人伫咧卖全国学生的个人资料。经过追查，有抓到3个嫌犯，其中一个人佫是补习班的老师。因利用国县市教育局或者是学校网站的系统空帮，偷摕到学生的资料有超过750万笔，差不多是全国高中生以下学生的资料拢伫咧内面。所赚的黑心钱是有过600万。落尾这个补习班老师是裁定10万块交保，另外2名的骇客是受押禁见。调查人员查扣嫌犯电脑，并且敲出卖酒精品甲现金30万，全部是嫌犯偷摕个人的资料转卖不法所得。台南市调处接到检举，这个补习班招生期间有人4个伫卖学生的个人资料，检调来追查，锁定上有3名嫌犯，分别是1名四川报告名师，也有2名骇客。入侵到全国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处还有各县市的国小、国中、高中他们的学校的系统里面。去盗取这个学生的个资，还可以利用国县市教育局处学校网页缺失来偷摕个人的资料，交予四川老师，而且个委托姓陈的查甫人，以每笔10块到20块的价钱维护补习班，偷摕笔数达到755万笔，不法所得有近200万块，因讲全国学生拢受害，家长会感觉真困扰。当然很困扰啊，有时候半夜11点，晚上11点多。都还有打来在问呢。所有的教育局上面我们登记的都没有这个老师过。实际来到四川老师捌领教的其中一间补习班讲无这老师，而且整个的案件受害人遍及高中以下学校，也未少学校接到家长的投诉。查整个防火墙啊，或是学籍资料的，被人家
入侵的几率、可能性，我们都要去确认一下。专案即阵四川老师裁定10万块拒保，2名骇客申请立案禁见核准，又有罪教育单位向入侵偷摕个人资料。教育部指示各县市的教育局处强化局处甲各校的治安的防护，以免相款事件再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伫去年退伍圣诞的海军军官，顶礼拜摕到假证，行入到左营的军区，甲海军的校准部。经过几日天的追查，昨伫高雄的三明区，甲人抓到，今仔日也甲人移送检方侦办。第一安全部和警方押解查甫人，都是12暗时摕假证件骗过卫兵，进入左营军区圣诞的前海军校准部校稿。请问你有签取文件吗？有没有？为什么要闯入军区？是不是有债务上面的问题？检警16联合第三明区租厝所在，甲逮捕，移送桥头地检署。检察官以这违反要塞保垒法甲伪造文书罪侦办当中，当地了解伊犯案的动机，也甲伫营区内行动。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因为不当借贷，互海军列做态度名单，去年家己办理退伍。虽然海军讲姓陈的查甫人走入关服务单位校准部，规个移动路线的窗门拢有关起来。清查了后，无财务也是资料拍无去，不过也无排除伊要做其他的代志。没有让他获取任何的资料。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所了解的，副部长，但是已经移请这个司法单位。你这样子讲，我就对，所以他的动机这一段，其实我们不排除他是有其他动机。立委批评海军营区门禁伤灵，发现姓陈的嫌犯摕假证件的第一时间处理无好，可以有走去的机会。国防部表示，海军当地检讨，会加强警卫勤务的应变。没有逮到，还让他跑掉。这个呢是我们的训练不足，我们的教育训练不足呢，或是说我们的螺丝松体啊？向委员报告，发生这种状况，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应该。我们会针对警卫勤务，应变的这种能力，甚至于加强辨识的这个做法，我们会强力的来要求。军方目前当地各营区建立新一代智慧型警监系统，立委也要求伫国军重要基地优先设置，强化门禁加营区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台联党的前立委表示，根据着出转会资料，公民进党内有2名姓黄的政治人物，因伫咧做学生时阵，拢是伫咧做了白啊。中部立委黄国书虽成立，而且辞职啊。另外一位有网友讲，出转会的资料编号是 A143，就是台南市长黄伟哲。黄伟哲出院了后，今仔日表示，这拢是乱药的，也已经向警察局备案啊。黄国书做线民的案件，即阵继续一直探。前立委柯忠信指出，民进党有2个姓黄的政要伫大学的时阵捌做了白啊。PTT 就网友指出，根据资料编号 A143是龙推系学生，报警对象是中央社团，点名台南市长黄伟哲。拄啊，黄伟哲进前雄胸坎杂大医，应该就是牵涉线民的风暴，压力伤大，身体出问题。另外，黄伟哲大医3天了后，直接出面否认家己是 A143。那我当然是要跟各位报告，我不是那个所谓的 A143。第一个 ，A143代表的是什么？第二个，它背后的所谓的科系是真的吗？第三个，它的这个人物是不是有杜撰出来的？第四，它里面还牵涉到，甚至连教授、连教务长、连训导长都是所谓的运用的这个人员。那我觉得也是太可怕了。黄伟哲表示，因为不明原因，已经删5、6公斤啊，对着互网络公示了白啊。黄伟哲表示，这是无谓的猜测。有一寡网络户头来自海外，已经向警察局来备案，请律师顺司法的程序来行，也质疑这资料的真实性。柯忠信是表示，欢迎黄伟哲提出告诉，并且法院判定到底是不是真正是线民。那提告这是一个好事，被告就可以请求法院去调阅出转会跟保护调查局里面的资料，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事实与否的问题，公共利益的问题。出转会无对个案来评论，搁再讲转型正义，初期毋通世界乱无乱，对着个别体制加害者加参与者的责任调查加处理的方案。出转会已经规划在出转条例专门的修正草案内底设置专长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朱立伦登来做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了后，正要推动计划，甲失去联络的党员找到回来。今仔日伫中常会通过一个计划，真像去向开除党籍的立委鲍君琪，家己宣布退党的台北市议员张小平等人，伫这个计划拢会登来国民党。不过党内有一寡人说是无认同这款的做法。
朱立伦登去做国民党主席了后，就失去联络的党员转来。中常会17通过同舟计划特别办法，放令党纪的处分。2009年以无党籍参选花莲县长，去用开除党籍了后，一直希望搁转来国民党的无党籍立委鲍坤琪，会当以同舟计划搁倒转来。2020年，鲍坤琪因太太因为退役徛台，转去互停权，也就是现任的花莲县长徐正伟。原本按算参加中常会要看进度，后来无到位，嘛无愿意加讲啥。我想，我们现在努力把4大公投做好。鲍坤琪因过要登去国民党是一直受到阻碍，同款受到争议的，也搁有2019年，家己宣布退党，替台北市长郭文哲选总统的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曾小平。我会申请回去，对，会，这反正照这个国民党的法令走嘛。那法令通过说我们可以回去的话，那我就申请回去，对。所以比较不会担心说党内的一些杂音。我不会。鲍坤琪、曾小平，也搁有违反党纪参选去用开除党籍的前立委李家志因后生李进英，拢有可能会以同舟计划搁登去国民党，引起部分党内人士的反弹。国民党内当然也不希望有因人设事的情况发生。那我们也认为，对于不管过去退党的，或者是触犯党纪的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必须一律的公平而且平等。这是一个3个月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专案，就是为了要我们同舟计划要号召我们所有的党员回娘家，所以没有特别针对特别的个案。国民党批回讲，同舟计划不是针对个人，只要是失去联络的党员，互注销党籍，或者是恢复党籍，所有的党员拢有效用。朱立伦登去做党主席了后，要用同舟计划甲国民党搁团结起来。不过党内反对的声音，敢会袂前袂就互国民党出现牛条来搭牛母的情形，受到大家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餐饮业的王品集团进前化工要起价，集团有15个品牌，对10月25开始会起4%至5%。另外，日本的连锁店吉野家也宣布讲，对11月开始，饭类的拢会起10块。经济部表示，有伫咧大卖场甲超市设一个续费专区，不过就立委质疑讲，放伫即区的物件拢唔是民众要爱的，认为这效果无好。大卖场、超市、边价专区，即礼拜停场，专联福利中心已经特别规划，对抗起价专区，对卫生纸、清洁用品到泡面、饼等推出买送1，第2件5折，也是买2送1折优惠。因有民众试完了，表示真失望，认为只有部分的商品有较俗，若是买单品，继续翻到当时搁较贵。酱油类的价钱贵很多，他卖的东西就是比较偏向清洁类的，并不是比如说你3餐要用到的东西。泡面没有变便宜啊。大卖场加落雨，边价专区也伫规划中，即阵只有台南市有设置好，北部这所在有加2天了完成。强调除了边价商品以外，另外规划安心价商品，强调产品卖价无受到原物料的波动。不过有立委质疑边价专区这个商品，部分的业者只是应付利益，只是甲原本就伫咧拍折，也是促销的商品集中在一个所在去卖，真正较俗的民生物资是无看。那种急需必须的一点点，结果非必须的一堆。那卖场店面有的大有的小，所以他们的做法呢，同类商品里面标示让大家知道哪一些是一个平价的。厂商他有他的基本的利润要存在，不可能说我今天是厂商我就要求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大卖场业者无奈表示，讲家己只是通路的业者，若是自己有品牌，一定要纳入边价专区，也佮个别厂商破坏，无权利要求爱降价这个卖价，不过要求尽量卖起价。通货批量压力愈来愈大，连日本的连锁餐饮业职业者也无到承受，宣布对11月开始，加拿点冻饭是全部起10块，起货大约是4%到13%。另外，送物是外送起20块，配菜甲单点全部拢是起10块。纸盒的部分和运费的部分都调涨，我们牛肉跟鸡肉部分都是进口。另外，本土餐饮业其实早就定定起价啊。王品集团首先开出起价头1千，早在10月25宣布旗下15个品牌起4%到5%。另外，有名食够饱的餐厅汉来海港餐厅也宣布对明年原价起3%到5%。5星级的酒店台北喜来登12厨。起上最，下午茶790块，直接起到1290块，起货超过6成。另外，金华的必利厅下午茶到5暗顿全部起100块，薪水无起，物价一直起，民众压力是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高铁宜兰站的规划，交通部今仔日第2届去到宜兰和在地民众沟通，也提出第5个方案。这第5个方案就是把宜兰站设置在观景中心，甲罗东站一中。交通部表示讲，这个方案有兼顾到宜兰的发展需求，也会闪过到人较侪所在，路线目前也正在调整。位在宜兰甲罗东中间，宜兰县议会对面挖到代替高架铁路边的这片地，是铁道局规划高铁延伸宜兰设站的第5个方案。离观景中心大约是350公尺，毋是人口真侪所在。初步评估设站伫遮对都市景观影响较小。兼顾在地溪北溪南的发展，采用区段征收，开发效益较悬。西到人口密集的外屏来降低这个时间噪音的冲击。另外，比较铁路高架起造火，袂影响铁路高架化时程。不过，这个方案费用敢若输罗东站1点仔，所估爱1880亿。另外，超过6成是特定的农业区，落大水后较饮水。9月25号有听了很多乡亲的意见哈，所以今天除了原来的4个方案，我们更细的评估以外，会加入一个地方哈，这段时间还有在上次9月25号所提到的想法，我们有看过了，这次有事先看到报告。对，就是我们广义的县政中心。交通部表示，新增加的第5个方案虽然甲观景中心案件离只有350公尺，不过路线由外围设去宜兰，解决宜兰站体相关的问题，是会整在地意见了后规划出来新方案。预计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核定了后，爱11年时间才完工通车。民意代表要求交通部紧定案，莫阁延啊。希望我们交通部这边能够给宜兰乡亲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不是这5个方案。今天再一次的说明，很多的直播的现场的民众就直接问啊，这是重播吗？你要赶紧的确定啊！你不要赶紧拖阿尾又搁无去啊！我承认会做。今天听到的声音，我今天也大概知道了哈，大概你们的想法，然后时间我也不想拖，会赶快来进行哈。在地一直催交通部看什么时阵会使核定路线。交通部长王国才回应，铁路局这摆规划的第5方案是听取各方的意见，回正了后所提出来，算讲是上大的共识。最近会各家地方就详细情形来参详，路线可能搁再小可调整一下，再搁对这个详细方案来进行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8大行业恢复营业了后，政府要求要去消费的人客，就要查医疗注射黄卡。警方除了会加强这个维持治安，也会加强临检。调查就讲，这民众去到8大行业的营业场所，说无查疫苗注射黄卡，违规的民众拢会处罚。我是杨敏，好 ，OK。人客摕出做过疫苗的黄卡甲实联制底线。16号是8大行业解封的第1天，真侪鸡排社也是酒店一开店都有人客上门。台北万华警方半暝加强临检，就查到21个人无实联制。另外，指挥中心规定，人客爱至少做过1剂疫苗满14天才会使来消费。但伫台中，就有人客无查黄卡，防依规定登记再发。现在这个规定是进来这种地方需要接种证明哦，你现在没办法出示接种证明，我们依规定还是给你登记住，我们要抄起来。全台警方大动员，像金枝坝等知名的酒店，拢是临检的目标。除了开营业者甲人客敢有挂喙烟、扎黄卡等，因为前几天台中发生真侪相拍的事件，就惊酒客真无简单单着解封，一无站站啉酒醉俩代志逐项来。高雄警察局长就亲身带队临检。如果是酒后发生打架斗殴的部分，我们绝对强力执法。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不要饮酒开车绝对警方会全力来起缔。另外，如果打架斗殴的话，或者是相关的一个肇事，绝对会严办。酒店服务人员排队接受警方的检查，除了围堵8大场所的暴力事件，也是防疫的问题。高雄警方嘛扩大路检，防止消费者酒后开车。这摆期早一直到20号，就为着确保8大行业袂变成防疫的破口，也是路人相拍的源头。记者陈环宇、面交馆综合报道。若讲到居住人员入境了后，拢爱动片空做采检，所以因为伤接触，有一寡居住人员伫咧上班期间，却不时拢伫咧流片火，也惊讲安尼影响到飞行安全。交通部表示，已经有甲指挥中心建议看会当改做是动拿后抵押的方式来做采检。居住人员拖行李结束任务回国，准备开始做隔离检疫。不过目前的规定内底，居住人员伫咧入境了后第5天居家检疫结束，甲入境的第9天、第14天拢爱做采检。
为了防疫，有影是真辛苦。如果你1个月有2个长班的话，至少会被做2次的鼻炎采检。那另外，如果你有中间居检派飞的话，要做快筛也是做鼻炎采检，所以至少是2到3次。有技师表示，长期清早爱甲物仔机拢入去鼻孔内底做采检，对机组人员身体伤害是真大。也佮有同事飞到一半向流鼻孔火，有可能会影响飞行的安全。针对这点，民航局已经有写配合指挥中心，希望会当全面检验那后迄大的喙瘾，来降低机组人员清早爱做采检的痛苦。因为鼻咽拭子是侵入性很深入，每1个月的平均的次数平均都在3次以上，就是这个机组人员确实也造成很大的不舒服，也在机组人员的反应之下，还有一些工会也有一些诉求。经评估以后，指挥中心说，在这种居检期满的 PCR 也能够在由原来的3种方式里边都可以来实施。生喉唾液的好处就是方便了，就有点像漱口水一样所以你这个还是你要把这个水含得稍微后面一点点，然后让它有一些震动去接触你的喉咙然后再把它吐出来，这样子你比较有机会把病毒融到里面去侦测得到。医师表示，甲龙鼻仔做采检来比，那后遐的喙瘾要侦测到病毒的正确率，也是小可较低淡薄啊。不过，若是有规则来做，加做几个检测，也是有机会会当掠到病毒。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为了要增加疫苗注射率，各国的政府拢是用尽办法。亲像乌克兰，因是用奖金做奖励；纽约的新年活动也规定讲，注过2档疫苗民众才能来到现场参加。不过，有的国家是对无注疫苗民众施行封城令，也引起侵犯人权的记录。疫情在全球炭烧要2年的时间，有效果疫苗小连续发出来，注射率是疫情敢会转好的关键。所以，加做各国政府施政的重点，为着要提高注射率，会当讲是有想冇法，甚至有个引起侵犯人权的争议。乌克兰总统格林斯基15宣布，为着要加速提高注射率，注过2档疫苗民众会发现金甲因奖励。Кожен, хто отримав 2 щеплення, зможе отримати 1000 гривень швидко і зручно, тобто через додаток «Дія». 在德国汉堡，一个特别开幕的圣诞市集，是限制有注过疫苗的民众，或者是已经获冠的新冠患者，才会当入去卖食专区食好料的。若是无注过疫苗的，或者是无康复证明的，就无法度入去。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真经典的夏日活动，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改做互观众伫线顶来观赏。若今年是规定，干那完整注过疫苗的民众，才会当去现场参加。We will require spectators 5 and older who are eligible to be fully vaccinated. If you are unable to get vaccinated because of a disability, we will require proof of a negative PCR test within 72 hours. 在斯洛伐克，新的一波感染致死带疫率日头增加，情形是真紧张。当局决定针对无完整注过疫苗的民众，禁止因入去购物中心、健身房、收水池、甲旅馆等等，嘛袂当参加包括运动比赛等等大型的聚会。也若奥地利为15开始，会对12岁以上无注过疫苗的民众实施封城令。除了做工课甲买生活用品以外，是禁止出门。警方嘛伫街仔路临检，若无注过疫苗的证明，煞伫街仔路拉扫的民众，相当会当罚1450块的欧元，差不多台票46000块。And this raises real issues around civil liberties. This raises real issues around human rights, and it's something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consider extremely carefully. 强制注疫苗或者是针对无注过疫苗民众实施禁止出门的措施，引起社会组织的关注。公卫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赖文表示，各国政府应该要注意侵犯人权的问题。强制注疫苗并是提高注射率上好的方法，把这看作是上尾的手段，而且持续的时间以上帝为原则。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在波兰甲白俄罗斯的边境站发生冲突下，有一寡非法的移民用石头啊、甲手榴弹攻击波兰的警察。警方是用水枪甲水铁加速来对付一寡移民。波兰的警方表示，移民的武器是白俄罗斯所提供的。不过，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说是唔承认这移民走入去后面，甚至强调讲因已经遣返5000多人返去啊。
波兰警方用水泉泉国界另外一边的白俄罗斯催泪瓦斯嘛派上用场，目标是对准进前硬要越界的非法移民。就算这个冲突早就伫波兰的意料内底，不过移民使用武器攻击，一个警察头壳受伤，必须反制。Wśród tych osób, które rzucały kamieniami, ale także granatami, mogli tylko przekazać tym osobom, które rzucały w policjantów, przedstawiciele służb reżimu białoruskiego. To były granaty łzawiące, to były granaty hukowe. Rozpoczął się tam atak na policjantów i co warto podkreślić. Attention. If you don't follow the orders, force may be used against you. 欧平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为着要报复欧盟的制裁，挑工塞述移民对波兰闯关。卢卡申科一直咧背回讲，人唔是伊放的。Мы не собираем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беженцев и не привозим в Беларусь, как Польша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а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У кого хоть малейшее нарушение закона, в самолет и обратно. Вот таких около 5000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气温低，无法度过境，人权团体即个月几月以来提供援助，看到聚集伫个边境差不多有4000外个移民，已经有人受伤死去。真侪移民表示讲，白俄当局禁止因转去明斯克，即摆因是进无步，退无路。法国警方16伫个瓦近敦刻尔克格朗德森特镇，甲一搭非法移民的营地拆除。伫这进程差不多有1500人伫这聚集，打算要穿过英吉利海峡去英国。英国无毋茫讲有移民的船对法国过来，法国是认为讲英国就爱尽量来斗相共管理移民，组织人社集团欢迎，提供移民会当安踏落脚的地主表示讲，这个人流离失所，即摆又搁爱离开，看到互人心肝硬啊，感觉真毋甘。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土耳其自从2018年发生金融危机到今，已经到2021年啊，这问题是也是无来解决，是因为因的总统埃尔多安常常利用政治压力，逼因的央行就要配合政策调降利率，等到互因受到疫情影响经济是愈来愈凄惨。那因国内物价是起大价，连带造成外债负担愈来愈重。土耳其当地时间16日，里拉兑换美金的汇率要大幅度落3.7%，虽然尾盘有小可优回，不过收盘落价幅度也是达到2.8%，汇率是一美金兑换10.35里拉，也是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路透社引述分析师的讲法，原因就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以政治介入，为9月以来必须央行调降基准利率。政府主张为了振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经济，必须要用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不过低利率却造成里拉的卖压，也引起汇率大幅度暴起。Çünkü her şeyden önce Türkiye ekonomisi İthal ara malına dayalı üretim yapısına sahip bir ekonomi. Onun için siz daha fazla ihracat yapabilmek için de daha fazla ithalat yapma durumundasınız. 理论上，低汇率会当争取出口优势，不过土耳其的加工出口型经济会先受到进口物价起价冲击。Düşük faiz politikası esasen Türkiye'de enflasyonu düşürecek değil, bilakis enflasyonist beklentileri arttıracak, enflasyonu arttıracak ve bu şekilde tüketimi boğacak bir politika. 土耳其的物价年增率在2018年经济危機初期就達到2位數，2021年頂半年超過19%。對未來2年的展望，學者甲分析師攏真悲觀。The inflation and low income and uneven income distribution will have more side effects in 2022 and 2023 if a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insist on low interest rates, loose monetary policy, and election prepar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ver budget. 后疫情时代，主要国家拢看好经济恢复。土耳其原本也预估经济成长率会为最近2年的3%以下，大跳到2021年的全年10%。不过里拉因为报价值，一定冲击进口成本，而且影响土耳其真瓦靠的观光产业，所以未来情况真无乐观。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今年11月第2个拜四，就是金氏世界纪录日。常常有真侪世界纪录拢互拼过去，有真侪趣味的项目，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
在现场亲友的欢呼声，更是记录单杠之间向后车本道上远距离的纪录保持人发声，开始挑战家己的纪录。也毋过一开始的2届伊拢失败啊，一直到最后第3届总算挑战成功，成绩是送远到6公尺。If you want to be a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itle holder, just go for it. Do it. Find whatever you're really good at. See what the record is. Train for it as hard as you can, and do it. Honestly, you won't regret it. 除了向后车本道，还有位美国来的职业热身弹跳杆的菲利普斯，伊用弹跳杆连续跳过5台伦敦的客停车，这车悬2公尺，跨160公分，打破了连续跳过上侪车辆的纪录，佮用向后车本道的姿势落地。It was very fun going for it. I just had such a great time. Tried to not think about too much and just stick to my roots and do what I know how to do. 佮当时阵摕到2项纪录的委内瑞拉挑战人罗拉比昂多，伊用30秒完成62届一日用自己脚射脚球的技术，加1分钟内底24届自己脚射双链环游世界控球技术。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nspire girls to follow their dreams and to know that if you set yourself a goal, you can definitely achieve it if you put hard work into it. 另外，算极限单车的日本名将池田孝和嘛，同时阵拍判，包括30秒内完成45届360度单车射链等等真侪项惊世纪录。佮摩洛哥挑战人图亚博以30秒完成12个自己脚向后车本道的新纪录。甲中国挑战者张爽倒头在 Q 一台1.35吨的车辆行50公尺，用1分钟13秒27的时间创下纪录。国际新闻，台视董平益。台北市的私立帮济中学伫10月向教育局申请，要伫咧111学年度停止招生。这个消息一出来，真侪家长甲校友拢惊一跳。目前家长也已经成立自救会啊，伊也向帮济中学毕业的立委高虹安申请，认为讲学校停止招生的听书甲代理校长的资格拢有问题，要求教育局就要调查清楚。民国53年成立，私立邦记中学是台北市唯一男女拢有的天主教完全中学。今嘛差不多有500多名学生。10月的时阵，煞向教育局来申请111学年停止招生。我们已经安排相关的辅导访视委员到校确认他的状况。等到校方提交相关的学生、教职员工的相关权益的保障之后呢，我们会在近期就核定。申请停招的消息传出来，民众党立委高虹安在内，真侪校友拢惊一跳，真侪家长嘛是昨暗时才知影消息。一位姓王的家长嘛是校友，找高虹安定情，讲学校是无充分沟通，决定停招，期间嘛无甲老师、学生说明，而且学校是完全中学，查某囝即马9年级，说落来要安怎？明年要会考了，我相信所有的高3以及国3的学生都面临到升学的问题，甚至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想要直升了，但是学校一直没有给我们公布相关的一些资讯。难过归难过，那现在目前方剂的自救会有一些诉求，我相信他们也会提出他们相关的一些资料来做一些，我们让教育局在核定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家长要求教育局审核的时阵，要了解发生什么代志。对停招决定甲家长的指控，学校透早是无出面来说明。教育局强调，学校袂使强制学生转学，若是无摕到学生甲安置学校的同意，应该予在校学生伫咧原来学校毕业。记者综合报道。帮济中学申请要停止招生，这已经是台北市106年开始第4间停止招生的私立高中之一。根据着教育部的统计，伫咧107学年度开始，全国有10间私立的中学要停止招生。但准到了115学年过后，全国只剩55万名的高中生来看，私立学校会愈来愈歹经营，收起来也会愈来愈侪。东方工商110年度开予招生的布条啊，写东方再起，共创未来，都挂伫学校的门卡口。经过1年无招生，目前科系敢若保留日间部、餐饮管理科甲时尚造型科，也佫有进修部的时尚造型科。因为学生人数的关系啦，所以我们今年要针对就是餐饮科，就走那个健康护理的路线。对应合作的原培艺术科大，主要是行健康护理的餐饮管理，而且小规模办学。学校希望会当找到新的出路，而且去年无招生，冲击袂少，即马就算做宣传，招生也是无介理想。
我们停招的新闻去了以后，人家不会想到我们要努力转型或是干嘛，只看到停招那2个字。在东风工商进前，中兴中学甲立仁高中停止招生。中兴中学已经在108年8月份停办，加上上新申请停止招生的宏济中学，都算都会区老牌子的私立学校，受到少子化影响，嘛是经营了真辛苦。私立学校工会进前就捌预估，5年内高中会减57000人，恐惊会有超过1/4以上的私立中学都要面临退场。不管是转型改制，或者是停招再复招，或者转型成国际学校，招生都非常的困难的哈。所以就算政府或者法令给3年的转型的时间，也都是没有办法。游延辉讲，愈来愈侪私立中学未堪得亏损，所以宣布停止招生。目前还未看到转型改制成功的案例，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在看到思想的权益受到损害。敢来当期待私立学校退场的条例赶紧通过，而且确保校产的公共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台湾的往来食客，不过12月特别大出啦。农委会再去邀请加工也有通路业者做回来启动外销内销也有加工的措施。主委陈吉仲表示已经准备好势啊。另外，台东县长赵庆玲表示感谢中央来斗3工，不过这销量是好也是歹，也是要继续观察。提出变过往来食客切片下皮搁切细的，这是农委会一直推测的往来食客边，互果实会当放较久。中国禁止台湾输入了后，加1万外吨，都爱想办法斗消化。农委会推送来外销甲加工，面对特别大出的往来食客，注意陈吉仲讲准备好啊。搁对国内消费者讲，咱台湾袂使输。新台币的付出绝对不只是满足了你的口感。你可能更满足了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我们没有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直接要求农民说卖减啊，卖减按就输啊啦。往来食客主要产地台东县县长姚庆玲无参加农委会的发表会，下晡另外甲台北捷运公司做会行销，伫国捷运站刊登定向广告。尤其伫大出的12月至3月，要拍拼卖掉原本销去中国大陆的量。姚县长真感谢中央的协助，不过做法是不是有效？即马讲也伤早。现在就是努力的做，我们不要过于急躁的来下一个定论啊，先赶快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其实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替农民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的不合。中央地方斗销往来食客，姚庆玲讲，个人甲家己的代志做好，外界唔免想伤济。农委会是推出另外一波好事农药的活动，刺激买起。只要消费者向特定平台购买一箱700块以上的礼盒仔，就会当得到第2波农药罐抽奖资格，拢总58万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每年军公告就要调薪水调4%，不过国教工会表示有真侪专任助理的薪水恐惊是无法度做调整，对伊来讲是看有食无。行政院长苏贞昌拍板定案，每年军公教人员就要调薪起4%，但是国教工会表示，真侪学校也是政府单位聘用的专任助理，所以因为2017年科技部绘制专任助理人员工作收金参考表，对这些助理来讲，调薪可能是看得到，却食袂到。科技部他美其名说呢，要破除学历跟年资的迷思，回归专业能力。各个学校不再统一定一个专任助理的薪资标准哦。本来科技部他可能以为呢，这个能够打开天花板，实际上这个其实是拿掉楼地板哦。工会指出，过去专任助理的薪水会因为年资甲学历有调整的机制，但是绘制参考表了后，真侪学校就无调整过专任助理的薪水，甚至有学校开的薪水比参考表的薪水更较低。大部分的学校嘛无对公共教的调薪机制咧行。会做一个调查，就是对现实目前具体的这个续薪的标准各方面，看看是不是是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领域，或者是集中在什么样的方向，它的续薪部分是没有符合我们原来希望期待的一个方向。科技部表示，本来是希望学校会使以个专任助理的专长等等，家己调整薪水，即马无达成效果，会启动调查，伫有需要的部分，找一个兼顾基本薪资甲调薪机制的方案。记者郭文条水台北报道。南投大轮山的风景是真出名，不过观光客却是乱拼粪扫，甲粪扫留伫山区内面。当地社区协会也拍算要装监视器，抓一寡无公德心的游客。
观光客来到大轮山步道，拢互眼前的美景吸引，翕相留念，这是上界基本的。啊，毋过头咧咧一个看，步道边的山沟充满各种的粪扫，有的佫直接插伫树仔顶，真歹看。来这边玩，然后怎么会留下这么的不美好的一些就是不环保的东西？垃圾本来伫山林内底，垃圾本来都爱家己扎倒转去啊，系啊，这是个人的修为啦。海拔1500公尺的大轮山是南投观赏云海好所在，阁有银杏林。当年季节转变，叶仔油青长金黄是观光客一定来的所在。不过，大概游客离开了后，四界看到便当阿妈饮料干啊，塑胶落啊这粪扫。当地志工为了清除真无用，即马社区协会拍算伫观景台、银杏造那区来装设监视器，阻止民众乌白淡粪扫。我们在地的要去山谷里面哦，那个都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如果能够有监视器，能够把它把持住哦，因为有一些人还是不守规矩的。那有看到监视器，那当然他会有所警惕啊，就比较不会乱丢垃圾这样子。如果发现说他有乱丢垃圾的情形的话，可以以违反废清法27条来处分的，罚款大概是1200块到6000块。南投县环保局提醒，维护森林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社区监视设备所翕的画面会当做检举的事情，不过处罚不是目的，也是希望观光客会当把粪扫炸走，守护这片难得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新竹关西水坑溪则因为溪水受到污染，乡亲去到工厂门口抗议。想袂到16日天，溪水又出现1公里长的白泡，目前是也无都确认讲这污染源是对倒位来的。一大片白泡，水面拢互砍去，现场阁有插片的消毒药水味。关西水溪溪附近乡亲，顶礼拜再来到这间工厂门口抗议，想袂到无几工，溪水又阁出现污染，实在是无够无奈。发现那个积水异常，出现大量泡沫，水层那个有一点灰色的感觉，然后稍微有那个臭气，没有先前那么味道那么臭。这条溪哦是长期污染。工厂提出家己做的检测报告，证明这届污水不是因排出来的。环保局决定17日再派人对工厂进行水质采样，要追查废水到底是对倒位来。我们会在它的一个放流口那边另外再装一个监视器，来监看它的那个排出水的一个样态。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是及时的检测器在水体上，它会把一些相关基本的水质资料，我们随时在网络上是可以监控的。环保局表示，之前确实发现过污水是另外一间清洁剂业者所造成，不过真正的原因，佫需要进一步做厘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东京拍温，咱台湾头摆有电视转播，民众也关注也增加不少。事实上，台湾代表团早伫1992年就开始参加拍温，因过也捌有摕奖牌好成绩。不过，同款是代表国家比赛，拍温选手的奖金只有奥运选手的1/4，也无专门的国家训练中心。今日店内满满的运动奖牌，这是今年拍运的奖旗官杨传辉的掠零点。杨传辉国校开始练电竞，毋但摕过国际赛走100公尺的金牌，目前也是男子 T11级跳远的亚洲纪录保持人。但过去参加比赛，其实定定是训练兼掠零。国家一讲进前2000。即摆疫情进前，阮亚运和奥运的集训费，一班的集训费当有3个月尔，所以平均一工400块，我感觉足困难的。那练习、那探索费，是目前大部分身心障碍运动员拢会拄到的问题。除了烦恼生活，其实若有比赛要集训的时阵，场地也着四界悄悄。平常阮就是爱对静宜大厦坐2点外钟的公车去到台湾替代啊，去遐训练2点钟了，还佫坐2点钟的车回来。其实资源上，感觉真正足少的。也毋过选手就侪啦，无可能比如台中设一个中心嘛，那台北的选手可能说我好累，我要跑到台中去。高雄也是一样啊，当然这样子比较不大可能啊。你上届无讲有一个场地，互因家己有法度
伫个袂去甲人有牵拉的情形啊，安全的运动，咱就无一个专属的场地啊，因为讲来讲就是无支持啊。尤其拍运选手用同款强度的训练，有的选手的程度并无适合一般选手。李进前啦，拢讲阮是一般就是福建的运动啊。2016年的时阵，目睭无看积极的1500公尺，阮前4秒搁走比迄摆的奥运金牌较紧啊。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选手能这么高水准的竞技水准可以参加奥运，这是我也是很期盼的。拍运参奥运属于更顶级的国际比赛，拢是专业竞技。但是拍运的资源、受训制度，煞甲奥运袂得比。政府唔知是用什么态度，唔望选手摕到好成绩。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中台北采访报道。蒋渭水所创立的台湾民众党，在日本时代结束了后，也转做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同款想要来推动政治改革，想袂到也是受到228事件影响。台北的228纪念馆即马也出版相关的专册，要来了解这个消息的进度。册名228消息的政党，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小改自日本时代台湾民众党延伸的民间组织。2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时候他们当然期待，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可以有新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希望再出发建设新台湾。但是没有想到，当时的政府其实是不允许台湾人阻挡的。虽然当局禁止阻挡，不过因也是以全台组织化做目标，成立20个地方分会，而且佫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为转机，推动县市长直接民选，追求改变官派贪污的统治，是台湾民众运动的重要历程。228纪念馆即届出版这本专册，嘛特别用政党来甲称呼，要求县市长普选，它不是意见领袖的意见而已。它也不是32条要求当中的其中一条而已，它是当时有一个政党，而且起自日本时代的台湾民众党，甚至当时的自治运动团体跟解放运动团体，如农民组合等等的，甚至台湾共产党，请全力下去要求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当时嘛积极参与228事件处理委员会，虽然伫228定压之后，协会干部互处死也是通缉，不过像迄阵的各党包师讲到改革关节等等，看会出迄当时的知识人的期盼甲精神，即阵嘛收藏伫228的馆场中。记者陈嘉文、林旭凯台北报道。艺术对治疗心理的问题也有真大帮助。咱来看到台中一位80多岁阿公，几多年前因为失去亲人得到忧郁症，只讲教这个阿公画图来消透伊的情形。阿公也是愈画愈有兴趣，而且有勇气甲自信来面对人生。这彩色的作品看起来色水丰富，却是袂感觉伤插目，等到认为色水配甲真拄好。蔡上阿公展示伊的作品，真谦虚讲家己袂晓画，毋过却是真有家己的原则，会使看到拢挑工用无共的色水来画图。他说伊像个什么色的，他配甲我迄个色的，啊伊就种他拢这主要伊人拢有分类去，咱就来分开去啊，色水慢共款。阿公手摕伊少年的时画的作品，真可惜苏当时无栽培的机会。到伊食老了后，伊得到忧郁症，拢袂食袂困。不过后来，伊重新搁再举画笔，画图正做一款治疗的方式，互伊心情较开阔，有代志通做，也较有生活的目标。他近年相继失去他的亲人，所以他后来变成说有一点忧郁症，然后就长期在家里，然后都没有出门。所以我就想说导入一些在居家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最简单的，拿着一盒色笔跟一些图，让阿公他去画画。现代社会也有艺术治疗，正做一款心理疾病的治疗方式，就是透过治疗师引导病人来创作。唔但互因表达心情，也学出藏伫心内的病母，分析了后治疗心内的空隙。蔡上阿公透过画图来细心情，搁再画出家己五彩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0度到22度。
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个时间再会。